大家好，歡迎返到嚟越講越有古仔。今日想同大家傾一個，我相信好多人睇歷史劇或者睇歷史書嗰陣，都一定會喺心入面浮現過嘅終極疑問。你是客想象一客，如果你係古代一個手握10萬甚至20萬重兵嘅開國名將，或者係鎮守邊疆嘅大將軍，你手下嗰班兵個個都對你貼貼服服，你叫佢哋行東，佢哋絕對唔敢行西。而喺你後面嗰個皇帝，每日就只係安坐喺幾百里甚至幾千里之外嘅皇宮入面享福。呢個時候，你心入面會唔會湧起一個大膽嘅諗法？既然老子手上有兵、有槍、有地盤，而朝廷成日又喺度猜忌我、克扣我嘅軍餉，甚至隨時想要我條命，咁點解我不如乾脆起兵反咗佢，自己做皇帝，或者起碼割據一方，做個土皇帝，好過反去送死啦？但係好奇怪嘅係，喺我哋幾千年嘅歷史入面，好似韓信咁勁嘅軍事天才，最後竟然俾呂后同蕭何用一個布袋套住喺長樂宮入面，活生生俾宮女用竹籤刺死。又好似岳飛咁，手上握住令今人聞風喪膽嘅岳家軍，結果皇帝連發12道金牌，佢就真係乖乖地班師回朝，最後喺風波亭被安上一個莫須有嘅罪名，4個年先至39歲。點解會咁？點解呢班手握重兵、武功蓋世嘅大將軍喺皇帝面前好似完全冇反抗之力啖，最後始終只係皇帝手上嘅高級工具人？通俗啲講，點解古代嘅將軍永遠都反唔起？如果你以為將軍唔造反，純粹係因為佢哋對皇帝忠心耿耿，或者係因為佢哋思想封建，咁你就太過天真啦。喺絕對嘅權力同利益面前，人性的確係經不起考驗嘅。皇帝心入面清清楚楚知道呢一點，所以由頭到尾，皇帝都唔係靠信任或者道德嚟管治呢班將軍，而是靠一套極度精密、環環相扣，甚至可以講係殘酷嘅制度，去鎖死將軍造反嘅可能性。今日我哋就由虎符、人質、斷糧草，甚至係軍隊內部嘅組織架構，徹底揭開古代將軍永遠反唔起嘅權力真相。首先，我哋要破解第一個，亦係最大嘅誤解：將軍真係可以隨意指揮佢手下嗰10萬大軍嗎？答案係完全唔得。好多人以為將軍同士兵一齊打仗，士兵就一定聽將軍話，但事實上，古代軍隊嘅指揮權分得比你想象中更加散。呢度就要提到一件大家喺歷史劇成日聽過，甚至喺博物館見過嘅神奇法寶虎符。虎符通常係用青銅或者黃金做成一隻老虎嘅形狀，然後從中間一分為2，左半邊留喺朝廷，由皇帝親自保管；右半邊就交俾駐守邊疆嘅將軍或者地方長官。當朝廷需要調動軍隊嘅時候，皇帝就會派特使帶住左半邊嘅虎符趕去軍營。將軍必須要將特使帶嚟嘅左半邊同自己手上嘅右半邊拼埋一齊，發現圖案同銘文完全吻合，嚴絲合縫。呢個時候，將軍先至有權聽從命令去調動軍隊。你可能會話，如果大將軍直接同班士兵講：各位兄弟，依家皇帝分容，跟我一齊殺入京城，班兵會唔會跟？答案係絕大多數情況下，士兵係唔會跟嘅。因為喺古代，軍隊嘅合法性完全嚟自皇權。古代人嘅腦海入面，忠君報國係一種根深蒂固嘅思想。士兵當兵，食嘅係皇家糧，攞嘅係朝廷餉。在基層士兵同中層將領嘅眼中，佢哋效忠嘅對象首先係皇帝，而唔係大將軍。將軍只不過係朝廷派過嚟嘅一個 CEO， 一個高級經理人。如果冇皇帝嘅虎符或者正式聖旨，將軍私自下令調兵，在法律上就叫做叫召或者煽起兵端，呢個係誅九族嘅死罪。只要大將軍一露出造反嘅苗頭，中底層嘅校尉、卑將甚至普通士兵，為咗自己同屋企人條命，第一時間做嘅嘢唔係跟住犯，而係會合力將呢個大將軍綁起身，送去朝廷領賞。喺歷史上，好似戰國時期信陵君攝符救趙嘅故事。信陵君如果唔係勢魏王嘅寵妃，偷咗魏王嗰半邊虎符，魏國嘅大將軍晉鄙係絕對不肯交出兵權嘅。最後信陵君迫不得已，要叫朱亥用大鐵錐砸死晉鄙，先至成功奪取軍隊。連信陵君咁有威望嘅公子，冇虎符都調唔動兵，更何況係一般嘅將軍。好退一步講，假設呢個大將軍真係魅力非凡，或者佢透過長期嘅一齊生死打仗，將呢隻軍隊徹底變成咗自己嘅私家軍，好似私人保鏢膽，個個都願意為佢造反，咁樣係咪就可以成功呢？
太天真啦，因為大軍一動，最需要嘅唔係刀劍，而是糧草。古人講得好，兵馬未動，糧草先行。10萬大軍每日消耗嘅糧食、馬匹需要嘅草料，係一個天文數字。而古代制度入面最絕嘅一招，就是將大兵權同後勤權完全分離。大將軍喺前方打仗，佢負責嘅只是戰術指揮。至於軍隊食嘅糧、着嘅衫、用嘅軍餉，全部由朝廷指派嘅文官系統、地方官員去負責籌集同運輸。將軍嘅軍營入面，通常只有維持幾日到10幾日嘅口糧。如果將軍動了造反嘅心思，或者大軍行進嘅路線唔對路，皇帝只需要下一道密令，叫後方嘅地方官停發糧草，或者燒毀沿途嘅糧倉，唔使幾日，10萬大軍就會陷入斷糧嘅絕境。人肉做嘅身軀，3日唔食飯，連拿刀嘅力氣都冇。到時軍隊內部自己就會崩潰，甚至會發生人吃人或者士兵集體逃跑、兵變嘅情況。當年韓信之所以可以圍困項羽，背後全靠蕭何喺關中地區源源不絕地將人口、糧食、物資送上前線。韓信好清楚，自己雖然打仗天下無雙，但如果蕭何喺後面切斷糧道，佢手下嘅大軍唔使幾日就會變成一堆餓骸。這就是點解韓信咁勁，在劉邦屢次奪走佢兵權嘅時候，佢都只能忍氣吞聲，因為他命脈根本不在自己手上。除咗糧草之外，皇帝手上仲有一張最殘酷，但亦係最有效嘅底牌，就係質子制度。簡單來講，就是用屋企人做人質。古代凡是出征在外或者鎮守一方嘅重臣大將，佢哋嘅正妻、嫡子、父母都必須留在京城居住。朝廷會俾佢哋好大嘅大屋，好豐厚嘅賞賜，表面上叫做優待功臣家屬，等將軍喺前線無後顧之憂。但實際上，邊個唔知呢個叫做天字第一號嘅人質集中營？只要你在前線有一絲異動，或者稍微表現出不聽話，你在京城嘅一家老小、幾十口甚至幾百口人，立刻就會變成刀下亡魂。好似戰國時期，秦國大將王翦率領60萬大軍去滅楚國。行之前，王翦做咗一件好有趣嘅事，佢不停向秦始皇要求賞賜田地、大屋、園林，連佢手下嘅隨從都頂佢唔順，問佢：將軍，你咁樣會唔會太貪心、太過分呀？王翦低聲同佢講：你識咩啊？秦王個人生性多疑。依家佢將全國嘅兵力60萬全部交晒俾我，我如果唔表現得貪財，淨係想買田買地過好日子，反而主要表現得好大志，秦王喺朝廷入面點會瞓得着覺？我咁樣做係為咗向佢表明我無大志，等佢放心，亦係為咗保存我喺咸陽嘅屋企人啊！你睇下，連王翦咁頂級嘅名將，在手握全秦國兵力嘅時候，第一時間諗嘅都唔係造反，而是如何利用人性的貪婪去消除皇帝嘅猜忌，因為他知道他的根、他的家人全部都在秦始皇嘅手掌心入面。講完府庫、糧草同人質，我哋再嚟睇一下軍隊內部嘅特務監督系統監軍制度。皇帝坐在深宮，點樣可以即時知道千里之外嘅軍營發生緊咩事？佢會派自己最信任嘅人去到軍隊入面，呢班人就叫做監軍。喺漢代、唐代或者明代，監軍好多時都係由皇帝身邊嘅太監，即係宦官嚟擔任；而喺其他朝廷，好多時就會派文官去擔任。呢班監軍喺軍營入面嘅地位非常奇特，佢哋唔需要上陣殺敵，亦未必識得排兵布陣，但佢哋手上握有尚方寶劍或者直達天聽嘅特權。將軍講嘅每一句話、做的每一個決定、調動嘅每一支小部隊，監軍都會用小報告的形式，日夜不停地送回京城皇帝嘅案頭。更加厲害的是，監軍往往擁有最後嘅否決權。如果將軍想打一場仗，而監軍覺得有懷疑，佢就可以用朝廷嘅名義阻止。在這種極度高壓嘅監視環境下，將軍只要同手下嘅將領多講幾句悄悄話，或者在日記入面寫幾句牢騷，第二日皇帝就已經清清楚楚。試問喺這種完全無隱私、無秘密可言嘅軍營入面，將軍點樣去策劃一場需要高度機密、需要聯絡各方嘅造反行動？可能你啱啱同心腹密謀完，未到半夜，監軍就已經帶住大隊人馬入嚟宣讀聖旨，將你人頭落地啦。好，講到呢度，可能又有人會反駁，歷史上唔係無人成功過好。例如唐朝嘅安祿山，佢發動安史之亂，手下嘅叛軍唔係差啲將唐朝滅咗咩？仲有明朝嘅燕王朱棣發動靖難之役，最後成功由北平殺入南京，自己做咗明成祖，呢啲又點解釋？呢個問題問得非常好。
但如果你仔細去研究呢兩次例外，你就會發現佢哋之所以能夠反得起，恰恰是因為當時嘅制度出現咗漏洞，或者佢哋根本就唔係一般意義上嘅打工將軍。先講安祿山，唐朝中葉時期，為咗防範外族入侵，設立了節度使制度。安祿山一條友兼任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唐玄宗當時極度昏庸，極度信任安祿山，竟然將呢3個地方嘅行政權、財政權、司法權同兵權全部交晒俾安祿山一個人。意思即係話，安祿山在地方上自己可以收稅，有錢就可以自己買糧草，甚至自己可以任命官員。軍隊食嘅唔再係朝廷嘅糧，而係安祿山自己俾嘅糧。呢個時候，安祿山已經唔再係一個純粹嘅將軍，他已經變成了一個擁有獨立王國嘅土皇帝。呢種制度上嘅徹底失控，先至造就了安史之亂。而在安史之亂之後，宋朝嘅開國皇帝宋太祖趙匡胤吸取了這個血淋淋嘅教訓，一上台就搞咗一場杯酒釋兵權，將所有大將嘅兵權全部收回，並且制定了更加嚴格嘅兵將分離制度。咩叫兵將分離？就是兵不識將，將不識兵。軍隊平時駐紮在地方，由文官管理訓練。打仗嘅時候，朝廷臨時派一個將軍過嚟帶兵出征。打完仗之後，將軍交回兵權，一個人返京城，軍隊就回歸原位。在這種制度下，將軍同士兵一生人可能只見過幾個月面，連名都叫唔出幾個。你想帶佢哋做反，簡直係天方夜譚。再嚟睇下明朝嘅燕王朱棣，朱棣之所以可以造反成功，最核心嘅原因係他唔係一般嘅將軍，他是皇帝嘅親仔，是朱元璋封嘅藩王。明朝初年，朱元璋為了保衛邊疆，將自己嘅仔分封到各地做藩王，手下擁有合法嘅精銳護衛軍隊。朱棣在北平經營多年，名正言順。他造反嘅口號叫清君側，靖難，意思是中央有奸臣，我作為朱元璋嘅仔，要入京幫朝廷清理門戶。對於底層士兵同地方官員來講，這是老朱家嘅家事，是叔叔同侄仔爭皇位，無論邊個贏，天下依然係姓朱嘅。所以士兵跟着朱棣幹，心理負擔少好多，甚至覺得自己係在維護正統。但如果你是一個異姓將軍，你冇皇室血統，想去造反，老百姓同士兵第一時間就會當你是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所以安祿山同朱棣嘅例子，反而從反面證明了，在正常健全嘅古代中央集權制度下，一個普通姓氏嘅將軍想要憑空煽動軍隊造反，成功率基本上等於0。講到呢度，我哋再回頭望一望漢朝嘅韓信同宋朝嘅岳飛，你就會明白佢哋當時面臨緊一個幾咁絕望嘅處境。韓信當年幫劉邦打天下，功高震主，楚漢相爭到最後關頭，韓信手握重兵齊地。當時他的謀士蒯通就曾經勸過佢：將軍，依家你功勞太大，劉邦以後一定會猜忌你。依家天下嘅命運就在你手上，你不如自立為王，同劉邦、項羽三分天下。但韓信當時點答？韓信話：漢王劉邦對我好好，佢將自己食嘅飯分俾我食，將自己着嘅衫分俾我着，佢咁信任我，我點可以背叛佢？好多後世嘅歷史學家都笑韓信在政治上太幼稚、太天真。但如果我哋用今日講嘅制度視角去分析，韓信當時可能唔係天真，而是他無選擇。因為韓信當時雖然名義上帶住幾十萬大軍，但呢支軍隊嘅中高層將領大部分都是劉邦當年在豐沛起兵時嘅老班底，好似灌嬰、曹參呢班人。呢班人對劉邦嘅忠誠度遠遠高於對韓信。如果韓信聽了蒯通嘅話，宣布自立造反，很大可能在當晚嘅軍營入面，曹參同灌嬰就會帶兵衝入大帳，將韓信綁起來送俾劉邦。劉邦曾經試過2次，一隻字都唔講，直接衝入韓信嘅軍營，收走佢嘅大將印信，調動佢嘅軍隊。而韓信手下嘅人冇一個敢反抗，這就充分說明了，這隻軍隊的靈魂從來都係姓劉，而唔係姓韓。韓信只不過是一個被推上前台嘅打仗工具人而已。而岳飛嘅悲劇就更加令人痛心。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對將領防範得最嚴密、最變態嘅朝代。宋太祖趙匡胤立下規矩，文臣地位永遠高於武將，實行以文御武。岳飛雖然建立了強大嘅岳家軍，多次打敗金兵，但岳家軍嘅每一步行動、每一次進攻，都受到朝廷樞密院嘅嚴格控制。當時岳飛在前方高喊：直搗黃龍，迎回義勝。義勝指的是被金人擄走嘅宋徽宗同宋欽宗。
但你試下企喺當時在位嘅皇帝宋高宗趙構嘅角度諗下，如果岳飛真係咁勁，將前任皇帝接翻嚟，咁依家坐喺龍椅上嘅趙構，究竟應該讓位定係唔讓位？更加令趙構寢食難安的是，岳家軍這個名字本身，在皇帝耳中聽落去，這簡直就是一個巨大的詛咒。什麼叫岳家軍？這天下的軍隊是姓趙的，是宋朝嘅軍隊，你居然叫岳家軍？雖然這個名字是老百姓同敵人叫出來的，但在高度敏感、高度自私嘅皇權眼中，這就意味住這支軍隊已經開始產生了私家軍嘅屬性。當皇帝連發12道金牌催促岳飛班師嘅時候，岳飛如果選擇抗命不從，繼續前進，會發生咩事？首先，朝廷會立刻定佢為叛軍；第二，後方由文官控制嘅糧草供應會在一夜之間全部切斷；第三，岳飛留在臨安，即係今日杭州嘅屋企人，會立刻被滿門抄斬；第四，岳家軍入面嘅其他將領，好似王貴、張憲等人，佢哋都有自己嘅屋企人留在南方，佢哋在斷糧同朝廷高壓之下，仲會唔會死心塌地跟住岳飛去背負一個叛匪嘅惡名？岳飛是一個智商、情商同道德都極高嘅人，他一眼就看穿了這個死局。他知道如果自己不回去，軍隊內部立刻就會分裂，自己會成為千古罪人，而抗金嘅大業亦會毀於一旦。所以他只能悲憤地長嘆一聲：10年之力廢於一旦，然後選擇毅然返回京城，去迎接那個他早已預料到嘅悲慘結局。古代嘅中央集權制度，經過秦漢、隋唐、宋元明清幾千年嘅演變，在防範內部造反這件事上，已經發展到了一種接近完美嘅極致狀態。皇帝將國家分成兩大系統，文官系統負責管錢、管糧、管人心、管後勤；武官系統負責管兵、管訓練、管打仗，兩者互相制衡、互相監督。將軍手中握住嘅只是一把沒有子彈嘅槍，而子彈即是糧草同合法性，始終緊緊握在皇帝嘅手中。將軍在戰場上打贏了，功勞是皇帝嘅，因為是皇帝英明神明，派遣有方；打輸了，罪責是將軍嘅，甚至會被推出去斬首。做得太差固然會死，做得太好，功高震主，反而死得更快。這就是古代名將最可悲、最無奈嘅宿命。佢哋表面上出將入相，威風八面，一聲令下，千軍萬馬齊齊衝鋒。但揭開歷史嘅帷幕，在冰冷嘅權力架構入面，佢哋從來都冇真正擁有過這支軍隊。佢哋由始至終都只不過是皇權這部巨大機器上面一粒精密度比較高、隨時可以被替換、隨時可以被報廢嘅高級工具人而已。好咧，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聽完古代將軍永遠反唔起嘅權力真相，大家有咩諗法？如果你是韓信或者岳飛，在當時嘅制度死局入面，你又會選擇點樣去自保呢？歡迎在下面留言區分享你嘅高見。如果你中意今日呢條影片，記得幫手點讚、訂閱我哋嘅頻道，仲要打開埋隔離個小鈴鐺，咁樣一有新片你就可以第一時間睇到啦。我哋下期再見，拜拜。